我说过飞西大礼包，说到做到。好，长得帅，帽子，啊！开心，麦起来了，老爷。这卡片儿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。他真给我唬住了，这操的！我真以为他挺猛，但是我没想到。这场项目比赛结果，本格兰赛文明综合格斗规则7等级正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于中国的红帮选手广州江错，第3回合41秒 TKO 获胜。Winner is red corner, big man, technical knockout。接下来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阿鲁河帮市场部负责人耿曾文珠。好，感谢颁奖嘉宾，感谢双方选手。真的是非常精彩、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。从第1回合开始，那个蝴蝶扫以及夏威的下斩上骑乘，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且你还贯彻了自己的赛前诺言，真的赠送了一个飞行大礼包给了对手。那么赛前火药味如此浓重，现在尘埃落定了，你怎么评价你的对手？首先，这是我在 GCK 的第6场比赛了，一直感谢 GCK 为我们运动员提供这么好的平台，这个展示自己的格斗技术，特别感谢。然后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我的团队，感谢 PA 的教练们、兄弟们的一直支持与帮助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关于这场比赛，我其实每次比赛前我都很尊重我的对手，我不是一个喜欢在网络上逼逼赖赖的人。既然有这么一个人，那还是送给他一句话：不要在网络上逼逼赖赖，不服从自己面碰一碰，这个就是你的下场。况且这句话也是说给另外几个人听的，不要在天天上网络校正我，你们的下场会跟他一样，我绝对不会手上流血。那么这一次赢下哈斯特尔之后，你会继续接受更强者的挑战吗？我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一场比赛。关注啊，关注！我能打，是，只要不管，我更喜欢跟打强者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今年在1月份的时候接到一个很强的对手的比赛，我接了，但是因为他受伤来不了，不能等。我从来不是一个胆怯的人，我罗卓江错就是这么炙热，就这么有血性，从来没有怕过谁。Yes。那么接下来你在 GCK 的计划是什么呢？